爱子承受世间，我们将荣耀归乎你，我们将荣耀归乎悲上帝。哈利路亚。为要拯救
上帝。哈利路亚，这真美好的工，人靠着伊，就得到完全救赎的怜悯。哈利路亚。咱要怎样甲上帝的话放伫咱的内面？就是爱甲主常常结连，互咱讲踮伫主的内面。听这首歌，咱毋捌唱过，咱请苏琴来完全奏一摆。踮伫主内面。常甲主沟通，有甜蜜的经历，踮伫主内面，主甲我联合，常甲主沟通，咱着甲主无隔离。
无住伫你的内面，为咱公共甲你合作进第6节。地主来临，家家户迎宾，胸大足高头，充满主华名，两地主来临，两地主多灵。胸大足高头，领着主红霞，两地主来临，心灵经他梦，胸大足高头，心灵的温柔。为我转领，今地主来宾，大主华最近，为他高仰望，两地主来临，心灵经他梦，胸高足高头，心灵的温柔。为我转领，今地主来临，大主华最近，为他高仰望。主，我们要甲你合作进，阿门。因为伫你的内面，阮就有绝对的平安。阮若踮伫主你的内面，主，什么人会当亏欠阮？什么人会当攻击阮呢？阮若踮伫主你的内面，攻击阮的，就是咧攻击你了；来伤害阮的，就是咧伤害你了。主，所以你甲阮讲，你是阮平安的所在。阮伫你的内面，你诚做阮永远的磐石，也是救恩的磐石，坚固的保护。伫你的内面，阮有绝对的平安。你是主救赎阮，互阮伫地面上徛起的日子，互阮活出和世间人无共款的生活模式。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有人靠钱，有人靠权力财势，但阮要讲到耶和华的名，阮就得胜，受得着退后。伫你的内面，阮有绝对的平安，有绝对的丰盛，有永远的活命。你是主，你安怎讲，就会安怎成就。是的。只要阮踮伫你的内面，就阮对你领受一切的丰盛，亲像主你所应允的，阮会晓听你的话，行你的路，互你牵阮的手，做你欢喜的代志。安尼，阮就是咧大声求你的国甲你的义，就所有的一切，拢会交代互阮，伫阮所需要的日息拢无欠缺，并且互阮进入你丰盛、平安、永远的疼痛。伫地面上，互阮灵魂勇健，身体健康，诚侪上帝你伫地面上阳光的使者，福音的见证，互上帝欢喜，荣耀上帝国的百姓。现在我哋感谢、祈祷、恳求，
靠主耶稣基督圣名。三个来上读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引带我伫通安息的水边。伊予我的灵魂精英，为家己的名引带我行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无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拐、你的竿拢安慰我。伫我对敌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了我的头，互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要恩惠慈爱对着我，我也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免，请坐。继续，咱来读上帝话，启应文第35篇。我客兄做用和三个来，若毋是耶和华起着帮恶，若毋是耶和华看守城池，恁早时清早起来，暗暝安歇，要食落落地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要予伊安然来困。愿敬畏耶和华的，尊敬伊道的人，便为有福。伊要食落落地来，事情顺利。伊的家后伫伊的内室，亲像刀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儿女维系你的刀啊，亲像橄榄栽。看啦，敬畏耶和华的人，的确安尼蒙福。阿免。下面时间请廖牧师证道。咱请掀开周报第4面。咱三个做来上读《彼得后书》第1章1节到11节，《彼得后书》第1章1节到11节，咱请同齐来上读，请。做耶稣基督仆人甲使徒的西门，彼得写批予迄因咱的上帝甲救主耶稣基督的义，互咱同得同款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恁认捌上帝，甲咱的主耶稣，济济加添互恁。上帝的心灵已经将一切关系活命甲敬虔的代志赏赐互咱，拢因为咱认捌迄用家己的荣耀甲美德吊咱的主，因此伊将个宝贵个极大应允赐互咱，互咱既然脱离世上对情欲内的败害。就甲上帝的性情有分，正因为这个缘故，恁就爱分外殷勤。有了信心，就爱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该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该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该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该加上敬虔；有了敬虔，该加上疼兄弟的心。有了疼兄弟的心，就爱阁加上疼正人的心。恁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项，就要互恁伫认捌咱的主耶稣基督顶悬无比较，永远无结果子了。人若无这几项，就是青迷，只看到近处的，袂记哩了伊旧日的罪已经得到洁净。所以兄弟啊，应当更加殷勤。互恁所望的温调，甲竞选坚定无散开。恁若行即几项，就永远无失卡。怎样要互恁丰丰富富得以进入咱的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阿免。
咱搁再一届三甲仔头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过去伫罪恶、情欲、权势、金钱内底拍拼，直到阮看到你，你亲自竞选阮，阮受你的疼痛怜悯，带入伫上帝你的国内面。阮迄时感觉非常的欢喜，但是过无偌久，阮阁活倒转去过去的款式。上帝直到如今，阮还阁是不断咧治死，要互阮迄个罪恶的本性来受治死。总是阮实在有真济的软弱。虽然是安尼，阮还阁相信。阮也阁要弃掉你，因为离开你，阮就啥物拢总毋是，阮就啥物拢无法度做。之所以阮向你恳求，就是伫阮讲道、伫阮听道的时阵，主阮心嘛真容易飘向其他的所在。所以阮恳求亲爱的圣灵，即时怜悯阮，高抹阮的心、阮的灵。互阮受圣灵的引带，伫主你的内面，真实来吸收对你顶头所要对阮想事活命灵性的粮食，通互阮伫你的内面，真正长大成熟，亲像做阮的主，哪来哪亲像。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上帝欢喜，互咱伫一切事上满满得到伊的丰盛。古早的时阵，你毋知有斟酌着无？伫路恁，或者是有人问讲你，恁是安怎要信耶稣？信耶稣到底会得到啥物货呢？彼得伫这个所在，甲咱提醒讲，上帝会赏赐互咱的，甲咱所想要得的，改成有淡薄无共款。信主耶稣到底是要得到什么货？信主耶稣、认捌耶稣，敢是干那归入一个宗教的信仰尔？或者是伊真正会当对着咱的活命内底，得到上帝所要互咱得到的？或者是咱信主耶稣，其实是干那想要得到咱想要得到的？你会记得古早的时阵，牧师甲你讲过一个道。迄个讲道内底，甲你提醒讲，上帝听人的祈祷，但是伊回答人有真济无共款的方式。上帝点点无回答，两处理。上帝甲咱讲无爱袂当，上帝讲等一下，上帝讲好，但是上帝尾上尾来讲啥？如果有一个咱照上帝心意所求，亲像所罗门求上帝讲：上帝啊，你将这个国家交代互我，但是我会当做啥物呢？上帝，我要治理遮尔侪百姓，对安尼，我向你恳求，赏赐互我智慧来管理所有的百姓，引带所有的百姓进入上帝你的祝福。所以，伊伫迄个所在，安尼向上帝恳求，上帝欢喜伊的祈祷。伫迄个时阵，伫迄阵啊，上帝安怎样啊回答伊的祈祷？上帝讲：你既然求智慧，无为家己求长岁寿甲财富，安尼我也要将这个拢赏赐互你。所以上帝要互咱的是啥？超过咱所求所想。咱若会晓得甲上帝三甲同行，上帝就会丰富赏赐互咱。总是咱来保持咱的心，互咱的心伫主的内面，真正水，真正好。安尼，咱就袂到伫落尾，因为上帝的丰盛，结果正做跋倒的开始。所罗门到伫落尾人生上界富足的时阵，却圣经讲啊，伊袂记得赐福互伊的上帝，这是真可惜的代志。求主怜悯咱，互咱伫这个事上受到提醒。安尼，咱认捌主耶稣到底要得什么？要领受什么货？
古早的时阵有一片墙啊，了后原本的时阵是信耶稣得永生，结果年久月深无修理，墙的时阵怎落去？所以有一寡物件就换啦放弃落去，所以到尾的时阵，就信耶稣得到水牛。哦，所以呢，真侪人就真欢喜去信耶稣。弄到落尾笑的时阵，牧师讲无啦，信耶稣得永生啦，就迄落去无修理。但是信耶稣敢敢若得永生尔？有人最近的时阵啊，台湾人一寡人往到外国来娶太太，所以呢，有人伫咧顶悬的时阵就甲搭一个越南新娘。信耶稣呢，信耶稣得到越南新娘。佮有电话哦，所以呢，若是欠太太，则麻烦你敲一下电话咧。毋过电话无够偌完全就是啊，吼。所以综合安尼讲起来的时阵有人就甲伊用安尼啦，有主有了耶稣，就有啥？就有水牛啦，吼。所以因就伫个所在作结。所以世间人会警惕咱信主耶稣到底是要做啥物货？咱其实若是干那信耶稣，就要得水牛；咱若是干那信耶稣，就要得到越南新娘。咱信耶稣，若干那要得到佳音的尔。圣经甲咱讲，安尼咱就比世间人搁较可怜，搁较可怜。所以信主耶稣绝对毋是安尼。伫这段经文内底，连续出现3摆。第一摆是伫第1章第20讲，恁认捌上帝；搁再来的时阵呢，是伫第1章第30讲，拢因为咱认捌上帝。到第80讲，恁若常常足足有即几样，特别互恁伫认捌咱的主耶稣基督的顶悬，无至高永永无结果子。原来信主耶稣是爱安怎？爱结出果子的，爱结出果子的。所以，咱的人生毋是干那要得到啥物货，咱的人生是应该安怎样啊？爱生出啥物货，安尼才有这结果子，对吧？若无咱是共客来尔嘛。但是今仔日上帝是互咱用养分，了后咱安怎会当生出果子来？咱真做会生团，迄才是真正基督的活命。这是上帝来所应允的。有一个老师或者吴恒斌，那么伊伫网络顶悬呢有一句话我感觉真有意思，我所以伊甲伊切做图片切落来。伊讲今仔日真侪教会讲稳定的神学，啥物叫做稳定的神学？就是上帝，你若爱上帝，拢总会互你。你若犯罪，上帝拢总会赦免，继续犯罪，稳定愈济。圣经明明讲，即个话是迄警惕咱的人咧讲的话，所以非常斟酌注意。即使一个教会内底若敢若讲稳定，无讲悔改；一个教会内底若讲敢若讲上帝要互咱，无讲咱爱结果子，迄个教会是一个亏卡的教会，就是敢若摆卡的教会啊，就是一支卡较勇健，一支卡较无勇健。上帝赐福互咱，绝对是要互咱去祝福别人的。对着创世纪第12章的时阵，就已经定着这个律例典章。我赐福互你，为要互你祝福别人，万国拢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创世纪圣经的第一本册，就亲像俗言同款。迄个俗言咧讲的，伊就是咧讲上帝今仔日拯救咱，上帝的救赎，上帝上路尾的结局，到底伊咧做啥？俗言就是将迄部分拢总甲伊讲出来了。所以一间教会内底，若是干那讲稳定，无讲悔改，干那讲得到祝福，无讲分享，爱斟酌，这毋是一个健康的教会。讲受苦的心志的教会安怎？人无济，因为咱人拢无爱。所以这当中呢，吴永斌先生伫这个所在特别提醒咱爱真斟酌这样的代志。信耶稣其实毋是干那得到所要爱，咱想要爱。信主耶稣是咱会当互人要爱的。
迄款人要爱的，是因为咱对上帝来得到，所以咱会当福音。所以伊会得到什么款福气？第一，伊会得到宝贵的信心，有稳定，有平安；第二，伊会得到关系生命的敬虔，所有一切的道理；第三，伊会得到进入上帝国的丰丰富富。世间需要有平安，需要人生需要有稳定。咱是靠着信心得到，毋是干那靠拍拼来得到。所以到伫落尾，上帝亲自赏赐予咱是丰丰富富、充充足足的。有人安尼讲，人生的开始是妈妈的腹肚，人生的结束就是涂骹的坟墓。伫中央即节就是咱的人生。但是无论安怎样，迄个人生的经营爱靠着家己的努力，这是世间人所讲的。但是咱有一个真大的问题是，有上帝的能力来帮助咱。所以迄个过程内底是啥？关乎伫咱的生活、甲敬虔所有一切的事理，通过信心的仰望上帝稳定的赏赐，互咱伫平安内底。咱长期的经过这个路程了后，进入伫这个丰丰富富，毋是伫离开世间了后，是伫这个时阵，咱就会当开始得到这的丰富，大生得到宝贵的信心、恩惠甲平安。宝贵的信心是啥货？宝贵的信心，毋是干那咱的信心勇敢。你相信你有一个真勇敢的信心，你相信。牧师一定会带你去，免费带你去以色列佚佗20天。你的信心真充足，但是你信了唔对呀，因为牧师无啥可能带你去以色列免费佚佗20天，你知无？你的信心虽然真勇，但是因为信心的对象安怎唔对？咱今仔日。伊伫这个所在咧强调是啥？受信的迄个对象真宝贝。你今日想，牧师最近去开刀啦吼。了后时阵，你今日若是相信哦，你今日哦，若是心脏有问题，哦，亲像讲哦塌掉啊吼，所以就爱装迄个支架嘛。了后你相信，你讲牧师，我知影你足疼惜我，我知影哦，你对我真好。哦，我足信任你的牧师，啊无你替我来穿迄个支架，你信心真好啦，嘛个你信了唔对人呀，你知影有啥意思无？你无穿无安怎穿一个怎安怎，随等于见上帝。所以信心迄个重要，圣经伫这个所在讲的信心是啥？咱相信的对象是安怎？是极其宝贵的，是极其宝贝的。是迄一位，互咱相信迄一位安怎堪得，互咱相信。重点是伫遮，伊万项代志拢会，伊会当成就一切。伊知影啥物物件对咱是上好的，所以咱会得到这款宝贝的信心，是因为伊堪得咱相信。第二有恩惠，上帝所赏赐予咱的，毋是干那今仔日的尔。简单用近处来讲。就是其实今仔日咱三甲做伙坐伫遮，当咱三甲做伙坐伫遮的时阵，我相信咱今仔日这顿拢抑阁食会到。了后时阵，若是咱明仔载呢，咱通常嘛袂烦恼到明仔载，咱会可能烦恼明年啦。但是咱应该袂烦恼到明仔载。有一天有一个人寄一个影片互我看，伊讲一个人哦，摕1000万，摕1000万哦，真正1000万哦，迄这个美金。我毋知影是哪有遐济美金啦，总是摕一沓钱啦。了后就去加路，了后甲迄人讲，我即摆互你1000万。但是哦，我明仔载就要互你死，你敢买？受访问的人哦，拢讲头先的时阵讲我互你1000万好无？伊讲好啊，那毋好。了后毋过明仔载我就爱互你死，我甲你买命，安尼你买无？你是咧讲笑话。所以呢，伊无爱。受访问的人无甲一个爱。到尾手的时阵啊，迄个人哦讲一句话，你爱定定想，你明仔载若继续活咧，努力活咧，你就超过1000万美金。你敢听有？
你若真正认真活咧，勇敢活咧，活到明仔载，逐工的明仔载你拢安尼看，其实你若若超过1000万。所以咱上帝安怎？上帝所赏赐予咱的，今仔日咱加一份恩典，安怎？迄个恩典其实原本毋是咱会当得到的，咱会当活到明仔载是啥？上帝予咱宝贵的恩典，上帝予咱宝贵的恩典，这就是恩惠。第三，伊平安。平安牧师以前有讲过，一直甲各位强调这样代志。所有的平安内底，就是上帝亲自所赏赐予咱一切丰盛。迄个丰盛内底呢，就是逐项代志拢伫伊应该有的位置顶面，无走山位去。所以，迄是上帝予咱的福气。所以，咱若斟酌看，咱有一位通倚靠的救主上帝。咱每一天拢有够额恩典，并且所有的代志拢会伫上帝安排引带内底，拢袂走山位去。安尼，咱是咧烦恼啥？咱是咧烦恼啥？我进前讲的时阵哦，去手术，我无甲阮阿娘讲。了的时阵哦，转来手术转来的时阵哦，你敢知阮阿娘甲讲一句话上介济话是啥话？我阿娘甲讲一句话，迄句话哦，知影嘛，还搁咧讲，逐工就讲。阿娘，你讲啥？你敢会记哩？袂记哩啊！伊讲哦，食好食歹无要紧，人若平安就上介好。即句话讲8届超过，我无甲你讲，人食好食歹拢无要紧，平安就好。坐落来嘛讲，徛咧嘛讲，了一直咧讲。食好食歹无要紧，平安就好。亲爱兄弟姊妹。有这位疼惜你的母亲，有这位疼惜你的上帝，食好食歹讲我遐尼要紧。人生的平安，毋是干那伫这个世界，咱有一个更较大的平安，就是咱离开这个世界，咱倒转去上帝遐。所以来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平安就是上帝予咱上大的福气。平安就是上帝予咱上大的福气。平安毋是无代志啊。平安是伫苦难的时阵，伫艰难的时刻，咱阁有上帝通去倚靠，知无？这是上界重要。咱人生无论安怎，上帝拢会赏赐予咱平安。保罗彼得第2，伊继续安尼讲：，咱要信主耶稣会得到啥货呢？信主耶稣，咱会得到第2项物件，关系到咱活命甲敬虔所有一切事理。咱既然脱离对世界来情欲的败害。就是上帝性情三甲做伙有份，这个部分是啥？是介重要是咱甲上帝性情三甲有份。啥物或者甲上帝性情三甲有份呢？上帝是公义、正直、良善、美好、通尊敬的一切活命甲祝福的源头。所以因为安尼缘故，咱就爱怎样？咱就爱更较殷勤。更较殷勤，迄个更较殷勤内底，就是甲上帝三甲一直靠对上帝的身边去，毋是靠咱的努力哦。咱爱努力，咱努力的一项代志是啥？努力靠近上帝，努力靠近上帝，迄才是咱活命得到上界大能力甲稳定的来源。我真感谢主吼，对着年中的时阵是年初的时阵，阮中间兄吼加入来咱菜市仔小组。了时阵伊3不5时啊，拢会定定甲阮分享伊伫信仰的顶面所做的。伊一摆的时阵甲阮分享讲哦，伊安尼骹无真好势哦，总是哦伊安怎，伊去跳赞美操。去跳赞美操的时阵就含遐还未认捌主的人。甲因三甲做伙祈祷，甲因三甲做伙分享，嘛会带来好这做伙去呢。所以迄家庭内底着啥，发出真济真水美好的阳光。伊讲以前有诶时阵会3不5时加减受气，但是即马拢想着讲上帝已经备办遐尼济、遐尼水、遐尼好，咱是咧受气啥呢？所以伊安怎样努力靠近上帝？努力靠近上帝，
人嘛甲安尼甲来好者安尼带到人即马来好者嘛会当祈祷呢，对毋对？吼，啊无来好者等下请你来祈祷。哦，所以就是伫上帝听内底，咱会愈来愈进步。迄中间遐所讲的一样代志啥？努力挖近上帝，努力挖近上帝，迄是咱上该应该爱做的代志。若甲无的时阵哦，咱会安怎？咱会安尼规身躯亚身烦恼。但是咱愈挖靠上帝，愈靠近上帝，咱就愈有啥？愈有气力，愈有能力。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咱怎爱格外殷勤，更较努力，更较殷勤。毋是拍拼伫咱的代志，有的时阵咱做真济代志，但是做了毋对方向，安尼出愈济力，就离开上帝愈远。但是咱若是愈会晓靠近上帝，咱就会愈来愈挖近上帝的祝福能力。并且，咱会成做一个有能力去祝福别人的人。上帝欢喜咱安尼做，安尼彼得甲咱劝勉有几样代志，咱应该爱努力。第一，爱有信心。信心毋是咱会相信，信心的基态内底是咱确实知影耶稣基督、圣灵、耶和华上帝三位一体的主是值得咱相信的。爱大声把这个建立起来，所以无论咱去拄到手术，无论咱拄到经济问题困难，第一一定爱大声建立的，咱也阁有上帝，我也阁有上帝，这是信心。你知影安尼，咱就袂感觉孤单。若无，咱就真容易感觉这个世界哪会变得遮黑暗。其实无，真侪时阵是因为咱无上近光，所以咱就看起来真黑暗。有一句话安尼讲：，我一个心黑影就落伫你的后壁，安尼敢听有？我若安尼看的时阵，影就伫我的头前，所以我就敢若看到黑暗的所在。但是我一个心光就伫我的头前，黑影就落伫我的后边。所以咱爱看，毋是咱的问题有偌大。咱爱看的是咱的上帝的光明能力有偌大。当咱有信心的时阵，咱就会显出德行，就是做代志、行事做人做代志，咱会对得起咱的主、咱的上帝，迄就是德行。咱若对上帝有负责，亲像人安尼讲的，眼中有人做代志。眼中有神，做代志就有人。所以咱任何做什么代志，因为心中有知影上帝咧看咱，所以咱就会行伫上帝的真实内底，咱就袂做对不起上帝的代志。古早的时阵，有一个人有一寡代志需要官方来甲伊斗相共，所以就找一寡钱银两。去互迄个做官，甲伊讲我这钱互你，拜托你甲我安怎安怎。了后，迄个人甲伊讲一个代志，讲你做这个代志也毋惊人知。伊讲哪会有人知？也无人知啊！所以你毋免烦恼，我绝对无人知。了后，迄个做官甲伊讲一句话，讲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所以后甲皇帝知影伊这样代志，就甲引导甲伊想述互伊一个编页，迄个牌匾呢，顶悬就写或者四灾动，天灾、地灾、你灾、我灾，四灾动。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若会晓得对上帝来好所行，对得起上帝，安尼咱就一定会活出活命的德行。这款的德行会累积咱对上帝的知识。你的道路会愈来愈开阔，上帝会伫这代志顶面赏赐互咱知识，知影安怎继续行。迄就是上帝国的知识。即款知识内底会引带咱愈来愈丰盛。总是上帝甲咱讲，爱斟酌这代志，伫这代志内底爱认真节制。
节制这个字吼，翻译互咱有淡薄仔误会。介先有啥物代志让咱挡掉咧，咱就怎买去甲伊斟酌着。这当中所讲的内底的足这个知识内面啊，是对着某项代志的理解甲把握，对着代志看了真清楚。伫这个所在，特别是指着咱对耶稣基督救赎功劳的明白。所以咱是甲上帝三甲同行，咱对着基督的救赎是有明白的。亲爱兄弟姊妹，咱伫这事上内底，爱一直定定咧想基督。救咱的活命，毋是要互咱伫地面上建立王国。这粒地球是属上帝的，毋是咱的。所以圣诗内底讲啥？这是天边的世界。对安尼，咱会通明白基督救赎咱，是要互咱好来治理。那么，这项代志是会晓控制咱家己。我今仔日有遮尔侪知识，但是这知识毋是要互我去。批评别人，是要互我会晓得为了上帝国的缘故，所以我非常管理我家己。所以迄个节制其实有一个真大的意义是啥？出上介大的气力，甲我家己管理互伊好势，这叫做节制。所以伊的气力是足大的哦。为着某一个，亲像讲有个人安怎要减肥，为着要减肥安怎？肥肉唔食，为着要减肥安怎？碳水化合物不吃，含有糖分的拢不爱食。所以伊安怎？伊其实表面上是啥？无食物件，但是内在物件是啥？迄个气力哦，是爱相当付出迄个代价。但是伊知影，当我安尼付出这个代价，我就安怎？我就得到迄个美好的结果。亲像咧走标的人啊，伫咧赛跑的人。伊安怎？伊逐工锻炼，伊是足节制咧锻炼。迄节制内底，上面是有一寡物件无食，上面伊是家己的身体安怎训练，真上介大的气力咧训练，迄叫做节制。所以节制其实是两方面，上面是无做啥，但是另外上面做尽力去做啥，迄才是叫做节制。所以求主帮助咱的明白这个代志。搁再来就是忍耐，忍耐是一个人虽然遭遇了非常大的苦难，也无改变家己心中决定的目标。伫遮所指的是这样代志，我着上因为耶稣基督所受的苦，我因为信上帝，因为信仰所受的苦楚，我就是顺道，我犹原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主。这可能是一个活命的忍耐。有个人伫信仰的路程内底，检测有个人就会安尼甲伊祈求讲：恁信耶稣恁这信耶稣啊，对，系信耶稣真好。信耶稣使你食，使你穿，使你欠少有免用，有无？伊安尼甲你讲嘛，一世纪甲你祈求嘛。但是你着甲伊受气吗？甲伊受病吗？毋是。反倒等伊会甲伊照顾，伊会甲伊分享，伊会甲伊关心，这是忍耐。超越迄个苦楚，活出上帝的意爱。再来敬虔所表现是对基督救赎绝对的相信，甲家己奉献予主路用，这是敬虔。因为敬虔，所以我知影我所做每一样大大小小的代志，拢有伊美好的意义。今仔日咱来参加主日礼拜，这是一个敬虔的表现。今仔日咱实行1/10奉献，这是一个敬虔的表现。咱三甲做伙来摒扫教会的清气，是敬虔的表现。咱因为敬虔，所以咱来煮咖啡互人食，咱摕物件来甲人三甲做伙分享，这是敬虔的表现。咱因为听主上帝。所以，咱参加诗班，同齐来学了上帝，这是敬虔的表现。咱参加敬拜团，这是敬虔的表现。咱去社区，伫迄个所在探访遐个艰苦、孤单的老人，咱甲伊三甲做伙徛起，这是一个敬虔的表现。咱伫路边看到一个人伊伫遐呢，
唔知要对倒位去，检测迷路，检测伊的手机害去，也是检测有啥物其他的代志。咱会通找另外一个人，甲伊斗相共，咱家己嘛甲伊斗相共。即马要做好代志你莫家一个做，你知无？爱找伴，了爱甲伊三甲做伙同齐做。安尼的时阵，你有的时阵会互人安怎样啊？会互人倒夹一喙啦所以，亲像伫路面，若是发生车祸啥的时阵，即摆你手机拢有你先大声翕相翕的翕了的时阵你才去甲伊斗相共敲电话无敲电话紧叫警察叫车紧来安尼。我毋是讲咱毋好无良心，我的意思是讲，咱做代志疼惜人爱有智慧，一方面会晓保护家己，但是另外一方面，咱毋好因为互人有人会讲冤枉，所以到落尾咱啥物良善的代志拢无爱做，安尼毋通。所以迄是一款对上帝的疼惜。做任何代志，圣经讲啥？无论做大项代志、小可代志，拢是确实对心内底是为主来做，毋是为人来做。安尼，咱任何倒一项职业，你家做互伊好势，迄就是一个真水的稳定。咱做一个经理做一个清洁摒扫的人，咱甲交代互咱经理的所在，甲伊摒扫互伊好势，迄就是一款敬虔的表现。咱做老师的，甲逐项代志教互伊好势，教互伊准确，迄就是一款敬虔的表现。有真侪人以后去美目里翕相，是因为明传兄少恩因甲相片用得真整齐、真好势。所以，迄就是一个敬虔的表现。咱会意爱去请中间兄来甲咱做白费，因为做了真好食，介绍阁真公道。我毋是咧替因公道我只是咧甲你讲，一项代志安怎，甲伊做互伊好势，迄就是一个真重要、真敬虔的表现。亲爱兄弟姊妹，任何代志。因为咱甲上帝美好的关系，所以咱家做互伊准确，做互伊好势，迄就是一款的敬虔。基督救赎咱，为着要显明伊的疼，迄就是一款敬虔活命的美好。所以，这款的敬虔内底，就会表达咱无论人对咱安怎样，咱安怎样，咱会对着伊有疼心，亲像。咱的骹手手足之情、兄弟之情同款。当咱对着咱周围的人、接触的人、兄弟姊妹家庭安尼了后，将其落尾，咱疼惜、疼正人的心，亲像上帝的疼，为着所疼的人白色恩赦，甲伊做伙食饭，亲像咱所疼的人。这款疼正人的心，一方面是上帝疼咱，一方面是。父母疼囝，一方面是为着疼惜一个人，所以我愿意无条件为伊来付出。这是疼正人的心。基督的信仰应该带咱进入第这八下基督美好的品行。伊是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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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起来。对上界大事的上开始的，就是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知影伊是主，到伫落尾，咱才有法度生出亲像基督的疼心。因为知影上帝有看到，因为知影圣灵的加添，互咱快乐。因为知影咱所做的，拢会对上帝得到保守甲报答。安尼，咱会一项一项生出来，一项一项生出来。所以生出美好的果子是生伫遮。毋是敢若一直退入来，乃是安怎愿意互人，愿意甲伊分享出去，迄就是上帝所喜爱咱。圣经安尼提醒讲，咱若充充足足有即几项，就要互咱伫认捌耶稣基督的顶面
袂安尼拢无结果子啊。啥物哦？这赢个变单呢？赢个变单意思就是啊，我信耶稣真好，感谢主哦，真正我着等上帝甲我拯救。3年、3工、5工、3年、5冬、10年、20年，哦，我信耶稣真好哦，我就是安尼，我就是等上帝甲我拯救。生活一点仔拢无改变，迄就是灵性上的红鞋啊，迄就是到尾手的是，啥物拢无法度生出来。但是咱是有画面，你甲看，你伫即个所在，哦，就亲像啊，咱菜市啊，月华节哦，因伫即个啥啊，后家风云市啊遐，迄卖牛肉的时阵，遐人喺厝边隔壁，哦，也是店头内底，也是遮客户，会知影佮倒转来甲买，迄就是表明一个美好的果子。迄款的果子内底，就是一款的敬虔。上帝就会欢喜，所以咱做代志，除了咱若会晓家做好敬虔，上帝伊真自然就会将着这的祝福赏赐伫咱的身上。人伫小事上忠心，伊就会当领受更较大的祝福。咱无地教，营营无果子啊，伫遐平淡毋做过工课，也是安怎？咱就袂做遐伫营营内底无价值的物件。所以求上帝帮助咱，咱毋是做代志，干那顾咱一身。顾咱一身的时阵，当我有一天过身去，我所得到拢无受纪念的，因为我干那顾我一身嘛。所以当我干那顾我一身的时阵，我终其落尾就是干那顾惜我家己。但是上帝要借着你是要去祝福别人，上帝呼召咱就是要成做别人的祝福。所以也是有的时阵做了一寡安怎啊，好心做了歹代志，哦，都毋是咱爱做的，但是安怎咱搬过迄个位分去做，迄也是一个会互代志愈做愈麻烦的。亲像讲你是公司的总经理还是董事长，如果你若是科长尔，如果我若是一个科长尔。了的时阵吼，虽然明仔载吼要放假毋放假，政府有规定，哦，但是那敢是我去宣布的？毋是啊，应该是厂长去宣布的。虽然政府有宣布，哦，总是这当中哦，这代志毋是你我去宣布的，是伫这当中爱政府宣布，爱顶悬的人来宣布。当咱若会晓伫即款顺福顺坦的过程内底。咱就会丰丰富富进入上帝的国，真正的福气，上大的福气，属灵的目睭得到医治，看清楚啥物是真的。圣经伫这个所在讲，人若无即几项，就是目睭青盲，敢若看到头前的，伊甲近视讲做足严重呢，讲做啥？灵性上的近视就等于青盲，伊敢若看到即世人的，无看到将来离开世间的时阵，上帝所要判断的到底是啥物货？今仔日，咱伫这个世间所做的有形的物件，安那拢炸袂去。我无法度炸一只刀啊，我无法度炸一只钢琴，甚至我干那一个吼要甲伊炸去，我都炸袂去。但是我有法度炸去到上帝面前的，拢是遐无形的。我过去对着人安怎样有好的疼惜，我对过去我在生的时阵，伫这个世界物质的世界的时阵，我对着人讲话是轻声细细，也是大声扬骂，这拢会早去呢？这拢会早去上帝遐呢？所以咱有看一项代志，就是有形有质的物件，早袂到上帝遐去。无形无质的，做伫别人的身上的，伊相对嘛是会报答伫咱的身上。所以彼得讲，咱若无结出果子来，安尼其实咱就是白白的领受救恩。未记起咱旧日的罪已经得到洁净，咱若是干那一个
信主耶稣，干那要得到这个世界大大细细的物件，安尼咱的目睭安怎？就亲像迄鸟鼠仔囝安怎？还未开目的啦。迄鸟鼠仔囝有无生出来的时阵啊，拢还未开目啊，啊看袂清楚嘛。虽然伊生出来，但是伊看无。求主开咱的目睭，互咱看清楚，啥物才是真的。所以伫上帝的恩典内底，尽管过去咱亲像密婆、亚婆同款，亚婆目睭吼虽然有目睭，但是伊咧飞吼，毋是靠着伊的目睭咧飞啊。亚婆的目睭看足近的啊吼，但是伊咧飞的时阵是靠着伊的雷达咧飞。伊会甲一个声波送出去，啊，真紧的送到倒来伊的耳孔。所以呢，伊靠着迄个物件，人伊有上介水、上介厉害的导航系统。过去咱检测亲像有目睭看袂清楚，但是今仔日一定爱理解，受洗了后，咱得到顶头生的画面，甲上帝的话语所成就的顶头生，咱一定会有一个感觉，你知影受洗？迄个时阵会感觉讲啊，上帝救赎我。但是咱听叹上帝话去行，迄个顶头生的经验会完全无共款。一个是仪式上的礼仪顶面的，另外一个是当我开始真正遵叹主的话语去行，你的画面会对着灵魂内底唱出一个喜乐的画卷。我安尼讲，我毋知你听会当有感受无？试看卖咧，上帝安怎讲，咱着安怎行，安怎做。你一定会去经历对灵魂内底唱出一个喜乐的画卷。所以这是一个完全无共款的经历。诚心期待咱有这款的经历。相信耶稣基督是绝对通信的，了带出一个新的画面。无搁再目睭青眉，无只线追求地上所有的一切，做咱的意爱。咱爱明白过来，看清楚上帝的国度的价值，来转向上帝。靠主会当做更较大的代志。殷勤。就是一直靠近主，要安怎靠近主？读圣经，不断读圣经，不断互上帝的话进入到伫咱的内面。有的时阵，咱检测无法度用读的，那呢咱就用听的。啊，你若讲牧师啊，我都毋知影要听倒一个来。等下的时阵，你手机啊，连面咱就要散会啊。等下你手机啊摕来牧师，牧师会甲你按一个读圣经的软体，啊，我会甲你教讲要安怎试，安怎听，哦，啊，逐工安尼听，听有嘛听，听无嘛听，听久就会晓。我真正无甲你骗哦，听有嘛听，听无嘛听，听久你就会晓，绝对会晓。哦，读圣经就是足奇妙的。我古早嘛捌听过中间兄甲我讲过一句话，迄牧师你敢知影读圣经哦足奇妙？迄5年前读圣经哦，甲10年前读圣经无共款，共款迄段经文哦。啊，了10年前读的经文哦，甲过5年，过5年了，你搁读的经文，迄感觉搁无共款。啊，即马哦，甲过去读的时阵哦，搁安那，搁愈无共款。安怎？其实咱的灵会一直开，咱的灵会一直开。了，人的灵若拍开的时阵，圣经讲啥？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我就往你活命的道路直直走。哦，你会发现哦，你一定会经验到上帝的同在，甲伊的恩典，甲疼痛。我礼拜5的时阵吼，去麻豆手术，了去手术吼，这骹只片一粒瘤啊。啊，去手术的时阵哦，医生讲哦，这门诊刀尔，门诊刀就是讲哦，毋免全身麻醉，小可麻醉，局部麻醉。
啊了后，伊就伫咧，伊原本是甲我排即个9月中旬，10月中旬排伫咱台南新老病院。我甲伊讲，哦，爱到遐久，我就感觉伊会疼哦。其实已经足久啊，但是已经细细粒啊。了后，但是伊即马就倒咧困的时阵就会疼。所以买手的时候，我就甲伊讲，安尼敢会当较早？伊讲，若要搁较早哦，无安尼无9月中，但是爱去迄个麻豆的所在。我甲伊讲毋好啦吼，9月中你甲愈我9月中，我着即摆感觉会疼。我着甲头先的时候我甲伊讲好，毋过我感觉迄阵仔的时阵是猛才会疼。但是哦，你即个即月一两礼拜前的时阵，我着感觉伊愈来愈疼，所以我着拜托婉婷吼，帮我去处理。我甲伊讲，你敢会？因为我无医生的电话嘛，我着甲伊讲哦，我无敢会当，你拜托哦，李医师哦，帮我处理一下，看会当去提早无？了后，迄医生就讲，无你甲牧师讲啦吼，你着互伊拜5的，就打过即个拜5的时阵来，哦着去。我伫第二时阵去，了后3月传道就载我去。头先的时阵哦，甲我讲哦，差不多半点钟哦，门诊到哦，了后时阵结果就去啊嘛，去的时阵哦，有准时报到但是因为我头前迄个吼，伊有2个所在爱处理，所以迄个人哦处理了有较晚所以我着时间原本是12点要12点要手术，12点半，对，了后时阵时间有动突，所以煞到超1点的时阵才开始手术。手术落的时阵，伊就注射嘛，注麻射，注做了后，伊就讲伊就伫咧所在甲我讲，牧师你若会听，你爱讲哦。你就伫咧所在拍咧嘛，伊就甲你用，就用咧，你就听到迄吼，迄加刀的声，咔咔咔咔咔，就问讲牧师你会听，爱讲诶。好，我尾下先加一刀，好，真正足疼。伊讲哦，来，紧咧，补麻醉药啊，搁补落安尼。了，搁加咔咔咔咔咔。了后时阵伊讲哦，牧师啊，伊就讲一个代志，迄医生讲家在呢有来呢，无内底拢落人安尼。感谢主。所以哦，了后时阵就是安尼，就一直加起来的时阵哦，长吼是5公分，宽是3公分到4公分左右安尼。伊就讲这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深还要大啦。所以到即摆的时阵嘛是抑搁了爱疼。感谢各位兄弟姊妹带到甲关心。总是来食药嘛真感谢主。我要讲一件代志，迄个过程内底对头到落尾，用起来的时阵了因为老岁嘛。老岁的时阵就用电烧啦用电烧。了，我就甲伊讲，哪会安尼有一款味安尼啦伊就讲牧师这咧甲你电烧止血啦咧甲你烧互伊止血安尼。了，我就甲伊讲安尼我就甲伊讲中秋节还未到，就咧烤肉安尼啦就讲牧师你嘛真趣味呢就讲安尼。我要甲各位讲的就是讲其实在手术的过程内底，对头到落尾，因为你知影上帝甲你同在，你就袂惊遐。尾来的时阵伊就甲物件拢摕起来用好就装伫干仔内底，讲个摕去化验嘛。我就甲伊讲爱化验无我准是讲中秋节伫要到摕来烤肉，先甲冷冻起来。伊讲牧师迄行落就无伊啦，迄无够一喙啦亲爱兄弟姊妹，有上帝正做你的保护甲引带，你的人生是好的。C.S. 路易斯英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家，嘛是神学家、护教学。伊讲我选择基督教，毋是要互家己快乐。我若是为着要欢喜，安尼我啉酒就有够你若想要选互家己一个快活活的信仰，那安尼我绝对无啥，无甲你推荐基督教。基督的信仰，伊伫少年的时阵写一本册，叫做最不上届唔甘愿的皈依者。
伊讲一个代志，就是讲，基督的信仰会限制你真济物件。基督的信仰会限制你真济物件，但是伊的结局会造就你的活命，这是上界重要的。活命毋是要互咱摕来讨债，活命是要来见证上帝。所以一直到年老的日子，这是伊少年的时阵，这是伊年老落来，伊对着这个世界产生影响。带出祝福。认捌耶稣，毋是咧得到什么货，认捌耶稣是咱会变做什么货，咱会生出什么货，迄是对咱上界重要的。毋是丑小鸭变天鹅，丑小鸭变天鹅迄是正常的，因为细只的时阵是丑小鸭，但是大只自然就会变成天鹅，因为迄是伊的生命的本质。但是基督的信仰毋是安尼。基督的信仰是啥？乌鸦飞上树枝变红红呢？基督的信仰是啥？贪恋世界的罪人，成做甲上帝三甲徛起伫上帝国的儿女。基督的信仰是对竞争、抢夺变做互人分享。基督的信仰是对监督指责，袂像亲像纠察队咧，但是到落尾变做亲像老师，亲像爸爸妈妈、兄弟姊妹，彼此守望扶持。这是基督的信仰，改变生命，互活命进入上帝的美好。咱的生命对着过去亲像一片黑暗。我毋是讲黑暗毋好，我讲的一句话是：咱的活命将会非常水的色彩，当咱甲上帝三甲同行，咱的活命会带来非常水的色彩甲祝福。信主耶稣要活伫世事内底真容易，但是迄毋是上帝的心意。人活的毋是干那靠食物，若干那靠食物，咱是干那咧过生存，无啥物意义。为家己累积钱财，迄是生活。伫上帝无富，伫上帝面前，咱无富足，迄就是干那生活尔。要去倒位啊佚佗，要去安怎样啊？迄是干那生活尔。介重要的一样代志，上帝安怎讲，咱就安怎做，迄才是真正的活命。三甲阿头来祈祷。主上帝，阮承认，阮虽然诚做上帝国的百姓，嘛个阮抑个有真济代志，其实，甲阮过去也无认捌你的，迄个时阵，阮活得真亲像真共款。主啊，阮今日向你恳求一个恩典，搁再一届施恩帮助阮，通过上帝你的话语。彼得先生对阮的劝勉、鼓励，互阮知影你是绝对的主，你想事互阮有活命稳定，你是一个通相信的，也只有你是通相信的。所以，互阮有一款的信心，照你的旨意，互阮活出敬虔的活命。到伫落尾，阮会晓疼惜身边的人。就亲像上帝你疼阮同款，互这份的疼伫阮其中来流动。感谢主的祝福，愿阳光归予你，愿阮愈来愈活出上帝国的权能甲样式。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来欢迎咱的新朋友。首先呢，来欢迎杨碧庆兄弟，是宇豪兄伊姊妹家，来欢迎哦，谢谢。好，感谢欢迎波庆来到咱当中，还有其他兄弟姊妹无？好，是无求主继续引带伫咱一切的事奉顶面，这是咱要三甲做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
伫每一届的奉献内底，亲像圣经伫这个所在甲咱讲，亲爱兄弟姊妹，恁所有的奉献也是诚侪正人的祝福，伫教会内底，伫上帝国的内面得蒙纪念。咱三甲起立来吟唱诗歌，同齐来奉献。咱着同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伊是掌管你我生命万物的主宰。咱着活头转来朝见主的面，伊是掌管宇宙的。我的主，咱的君王，全地拢着归拜伊。我的主，咱的君王，你的权势只管无比。咱着同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伊用慈悲款待世间，咱唱出感谢。咱着吟诗得圣殿来学了伊，伊是咱的主上帝。咱着同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伊是掌管你我生命万物的主宰。咱着活头转来朝见主的面，伊是掌管宇宙的。我的主，咱的君王，全地拢着归拜伊。我的主，咱的君王，你的权势只管无比。咱着同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伊用慈悲款待世间，咱唱出感谢。咱着吟诗得圣殿来学了伊，伊是咱的主，伊是咱的主上帝，伊是咱的主上帝。愿全能的主纪念你手中所有一切美好，并你甘心乐意的奉献，佮愿你的灵魂对上帝来领受活命的能力甲祝福，互你的身体健康，定定做伊手中所欢喜的代志。佮愿亲爱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甲引带，时常甲你同在，也甲你的家庭三甲徛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今日第一场主日崇拜就到这，上帝赐福大家平安。